地方放上头来去新德馆，新德馆有一个剃头师叫做徐文锦，伊有闲就会去偏乡免钱替弱势民众剃头毛、撸头毛，而且伊伫家己的剃头店内底，阁有设爱心冰图，做人有影真有爱心。提家岛专心帮新德馆减少乡民剃头毛，虽然讲完全免钱，不过徐文锦同款定金问大家的意见。鬓角要不要留还是吹掉？留薄薄的是吧？因为家己细汉就是艰苦家庭出身，徐文锦特别知影弱势家庭的辛苦。自高中毕业，就去剃头店学师啊，决心大汉了后来帮助偏乡的民众。他们这些老人家都很高兴，因为毕竟这边是属于原住民乡的落，会比较说有实质上的帮助上很多。他愿意放下他的工作，来为他自己本身的使命来付出在我们原乡。我发现他这样的一个行为，我非常感动。就算讲定去山顶帮大家剃头，会影响家己原本的生理，伊嘛感觉无要紧。一转来剃头店，就整理善心人士捐出来的物件，透过爱心寄卖收入所买来的物资，嘛拢是准备送去偏乡帮助善车人。因为我们常常要到部落到哪里探访案家，就是因为常常就是关了店门，造成客人的流失。自己绵薄之力之下，号召了一些大家善心人士一同，我们就是会继续一直往前。还是会继续努力在爱心这方面。徐文锦讲会继续做爱心帮助人，希望透过家己的力量，让社会更加温暖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